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阿 Chris 啊，我喺邊度呢？我就喺旺角啊，迎賓星譽啊，新鴻基樓啊。呢個露台你睇下，再望出去仲有個好開揚嘅景觀喎，山景。嗱，睇下呢個廳幾咁有空間感啊，樓底又夠高喎，仲要係呢兩邊擺電視機都得喎，係咪？嗱，再過嚟飯廳呢度啊，嗱你睇下。做個 L 型櫃做到上頂，好好用啊！跟住再擺張4人餐台都空間好夠啊！嗱，而洗手間個浴室都好闊落喎，睇下超級大肥佬喺度沖涼係冇問題嘅，係嘛？嗱，你睇下個廚房一房之中有個咁大嘅緊廚，最緊要咧，你睇下爐頭電磁爐有，明火都有 fit 晒啊！點樣煮嘢食都冇問題啊！嗱，而工作平台呢度咧，你中意曬衫又好啦，跟住可以擺啲清潔用品啊、地拖啊、水桶都冇問題嘅。擺埋自己喺度都冇問題啊。嗱，入到嚟睡房呢度，你睇下空間感幾咁足夠仲有可以利用埋個窗台，將張床拍上去喎，咁樣間房就更加巨大啦。而去到呢邊咧，又可以做一個大嘅衣櫃，做到上頂喎，增加儲物嘅空間啊。咁樣令我哋更加彈性啊！好啦，單位就睇完啦，大家覺得點呢？我覺得非常之唔錯啊！如果有興趣嘅，立即行動 call 我啊！我係 Chris，拜拜。